后来过来这件嘛要真注意，长时间踮伫个车顶，烟瘾无关掉，小心可能会爱人命。这个高雄有2个征信社的员工开车到家己的新港军中搜证，到暗时7点外，竟然是昏死伫个车内。经过解剖，判定是长时间踮伫个烟瘾无关掉的车顶，致使一氧化碳中毒来死亡。家属认为，死者是因为连续出勤过劳，长时间坐伫个车顶才会死亡，所以告这个征信社要求赔偿。法官嘛认定讲这是职业的灾害，判这个征信社要赔103万。虽然过2冬啊，家属一想到也是真艰苦。林小姐翁婿，伊是征信社的员工，2017年4月，甲另外一名5岁同事开轿车到嘉义县新港艺术高中的附近，军中搜证。迄暗7点半，2个人被发现昏死伫车内。厝内人赶到位真悲伤，当时车是伫怠速状态，解剖判定死因是长时间停留伫怠速车内，一氧化碳中毒。家属不满，征信社要求死者连续出勤过劳，又该翕到关键的画面，必须要长时间闭伫车内，造成疲劳中毒死亡，提告要求赔偿。去你卖命的时候，你就应该给员工，你知道我们在跟监很辛苦。法官认为，精神人员跟踪，包括驾车甲怠速，拢会当归为职灾风险。判征信社应该赔偿103万5千块。工作的时候发生了死亡，所以说就这部分来讲的话，被告公司仍需给付原告部分的款项。透过这个案例，医师要提醒民众，怠速车内唔能踮超过3点钟，因为车内一氧化碳浓度会慢慢升悬，上久容易发生危险。